公開俾市民使用咧，要確保係佢嘅運作係暢順、安全有序，而且咧大家嘅體驗都係好嘅。咁所以咧係要做大量嘅測試係重要嘅。呢啲測試係包括咩咧？系統嘅運作暢唔暢順，特別涉及咁多個部門。另外咧就係壓力測試，因為我哋如果係普通運作嘅時候係可以做到，但係當人流一多嘅時候，個系統可唔可以承受到咧？所以嗰個風險度咧、風險係數咧要提高嘅。另外咧有咩突發事件啊、應急應變啊，都要有一個演練嘅。呢啲運作咧涉及埋交通安排，以及我哋嘅通訊系統等等。所以兩地政府喺呢方面都係積極認真，同埋都係以盡快開通為目標嘅。咁呢個咧，我哋希望之後我哋嘅測試同埋演練咧都係暢順，可以盡早開俾大家，越早開放越好。